五月天、萧敬腾、林俊杰都是我的偶像。如果现场媒体朋友要考我萧敬腾热门歌曲，我现在就可以马上唱给大家听哦。就让我为你唱情歌，让我对你说爱你。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不要害怕，天塌了我会放下。这是这样蛮紧张，会忘词。对，还是可以再点别首歌之类的。所以昨天在立法院安排了故宫博物院来做我们的业务报告的时候，我看到故宫博物院在萧敬腾的 YouTube 影片上，他的点阅次数是1700的时候，因为我对数字比较敏感啦，我是觉得说，因为萧敬腾他的就是比如说对你唱情歌等等的影片，其实也都破2500万，所以我当下的感觉是萧敬腾的影片应该不是1700，而是1700万这个数字。那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？是经纪人的这个部分啊，就是经纪人林小姐的留言。昨天傍晚我第一时间就是我就已经私讯给林小姐，留言给就是私讯留言给她进行关心。那也对于她所提出来的意见，那我希望说先跟她做沟通。所以第一时间也想说，就是把该粉专图文她的这个所表达不舒服的部分也先做了删除。那原因是因为不希望说再造成更多的纷扰。那萧敬腾先生他是公益来拍摄故宫博物院的这支影片，我自己看过影片，我是觉得非常的棒。就是讲到怀素自叙帖的时候，萧敬腾还会用他讲说他觉得就是一个饶舌跟 rap， 我觉得这种音乐跟艺术结合的描述方式，我觉得非常的美。可是今天公益的拍摄影片，这个美意虽好，但是故宫博物院的行销没有做好，所以反而让他的这个美意背道而驰，那反没有发挥他原本应该有的效果。我觉得今天是故宫博物院应该要把这个数位行销的方式补齐，所以身为一个立法委员，我的分内工作就是要让故宫博物院进行检讨与改善。那你最喜欢萧敬腾什么歌？啊，就让我为你唱情歌。要唱一段吗？就让我为你唱情歌，让我对你说爱你。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不要害怕，天塌了我会放下。这是这样蛮紧张，会忘词。对，还是可以再点别首歌之类的。